桃园大园一间铁工厂9月爆炸，造成一个伫摒扫化学槽的工人死亡。调查发现，讲这个化学槽本底是放乙丙酮，时间一久这款化学物质结合，变做是俗称撒旦之母的炸药 TATP， 引起爆炸。这嘛是咱国内的头一案，所以警政署是呼吁业者乙丙酮的保存，都爱特别细腻。医生报，那后来我是看到屋顶在冒烟。民众出动时看到的都是桃园头件即载验出撒旦之母炸药成分，致死一人死亡的案件。事故经消防、警方甲劳动检查处调查后，发现结晶竟然是有高度危险性，俗称撒旦之母的三过氧化三丙酮 TATP。劳检处已经对铁工厂进行停工的处分。本处已对该铁工厂进行停工处分，并将调查分析的检查报告送至治安署审阅备查中。爆炸意外发生伫今年9月初10，桃园市大园区一间铁工厂，64岁的宋姓员工咧清理土存槽内底结晶的时，熊熊发生爆炸，以后砸甲飞起来，不幸过往。针对这件公安事件，警方依法甲涉嫌过失致死的相关人员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。它的晶体跟成分以国外期刊研究发现，异丙醇在长期自然存放情况底下，可能自发生成TATP， 研究结果是一致的。化学工厂在生产物质的过程当中，常见的一个副产物，它只要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摩擦，给予一点点能量，它就会产生非常大的爆炸。化学专家表示，撒旦之母的稳定性真低，小可勒到就会引爆，人称散食人的炸弹。过去嘛多处伫空中防使用，亲像2005年伦敦地铁甲巴士连续爆炸案，2015年巴黎爆炸案，2016年比利时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等。这是国内头摆发现乙丙醇长期存放自然形成 TATP 成分的案例，为避免类似意外搁再发生，警政署也已经发函相关部会转至相关业者，加强化学品储存作业安全。公司新闻桃园报道。